高层警察打电话告诉丛支书，说小兰跳窗自杀了。我收尸了。你女儿就是被这个人害死的。宋小兰是喝了敌敌畏，爬到楼顶，从楼顶跳下。我们到出租房去看了，窗户都是用铁栏杆封死的。我女儿怎么能跳窗自杀呢？再不老实交代，我们就说宋小兰是你害死的。从楼上跳下去的，怎么从1楼到4楼的楼梯上会有血迹呢？这绝对不是跳楼死的，是被打死的。这帮畜生！